各位觀眾，琴日即係英國嘅3月21號啦，小弟就喺英國曼城市中心 Pinwheel View 戲院睇咗奧斯卡最佳動畫嘅得獎電影《貓貓的奇幻漂流》Flow。短短1小時30分鐘嘅 Flow 咧，容許我好膚淺兼粗鄙咁簡單講一句說話嚟表達我對呢套戲嘅感受，就係屌你正我喂。呢條片呢，就係小弟睇完《貓貓的奇幻漂流》嘅觀後感啦。正式講去之前，麻煩大家幫手免費訂閱呢個頻道。中意呢條片呢，都幫手俾個 like 我哈。以下嘅觀後感呢，係有少量嘅劇透嘅，但係我相信睇咗先都唔會影響到大家入場睇呢套戲嘅心情嘅。介意嘅話就睇完套戲再翻嚟睇呢個觀後感啦。首先 side check 少少啦，呢套戲係我移民咗英國半年以嚟第2套睇嘅電影。第一套就係去咗 Stopford the Night 睇嘅破地獄啦，就戲院嘅硬件而言呢，就同香港差唔多嘅。而今次喺曼城市中心嘅 Pinwheel View Cinema 睇《貓貓的奇幻漂流》呢間戲院真係令我非常之咁有驚喜啊！票價呢就只係8磅有找嘅啫，但係入到去啲座位呢，竟然係有電動梳化，係啊，即係類似芝華士嗰隻，撳個掣你就可以電動咁升起個腳枕嗰種咯。呢次係我人生第一次可以躺平瞓喺戲院入邊睇戲啊，真係有啲難忘嘅。喺香港你真係冇乜可能用呢個價錢有呢種享受咯，真係黐撚線嘅。好啦，講翻正題啦，套戲片長呢就只有短短90分鐘嘅啫，但係就絕對唔會悶咯。鏡頭呢就追蹤住黑貓，睇住佢遇到一件又一件嘅事情，好緊湊咁樣接住落去，劇情推進得好快。當我睇咗一陣，有意識咁樣去睇下隻錶到底去咗幾多時間啦，一睇之下，哇，已經過咗30分鐘啦，睇咗1/3啦。呢套戲呢，除咗劇情緊湊之外呢，佢另一個特別之處呢，就係我會覺得佢係一種全新嘅戲種咯。嗱，首先呢套戲毫無疑問呢，就係一套以動物為主角嘅動畫啦，但係大家千祈唔好誤會，入邊嘅動物呢就好似迪士尼動畫嗰種會演戲嘅動物喎。喺 Flow 入邊睇到嘅動物呢，大部分時間或者話頭60分鐘嘅劇情當中咧，包括主角嘅黑貓，其他嘅主角包括水豚啊、拉布拉多尋回犬啊、狐猴等等啦，你完全唔會覺得佢哋好似迪士尼嗰種動畫片咁，會被刻畫成一個有人嘅思想咁樣去做每一件事，去推進劇情嘅發展啦。Flow 入邊嘅動物行為舉止都不折不扣係佢哋所屬嘅物種，即係話你喺戲中見到嘅動物做緊嘅行為，同你喺現實見到嘅動物呢係完全冇分別噶。套戲可以好巧妙咁樣將動物做到好自然咁樣做翻自己之餘，亦都冇咗劇情嘅推進，難度係非常之高。但係呢套戲呢就做到啦，真係唔簡單啊！當然戲中亦不乏有啲動物呢係比較有擬人嘅行為，不過呢主要都係集中喺嗰隻飛鳥身上啊。佢基本上係一隻識得掌舵啦，好似大哥哥保護小弟弟，阻止同伴傷害隻黑貓嘅飛鳥，真係似人多過似一隻雀咯。而 Flow 呢套戲嘅故事主軸呢，就係圍繞住隻黑貓喺逃避洪水嘅過程中呢，就講述黑貓遇到有唔同嘅動物同佢哋嘅互動啦。例如一開始呢，黑貓就喺狗群當中呢偷咗條魚，當中狗群入邊嘅拉布拉多尋回犬呢，就展示咗佢包容嘅一面啦。而黑貓遇到水豚君，水豚呢就好低調不動聲色咁樣呢，等黑貓放低戒心，可以等佢避雨。剛才所講嘅狗群呢，遇到唔止一次嘅危險，而一眾同黑貓同船嘅動物呢，都明知狗群呢都唔係屬於好狗，都希望可以救佢哋。最終除咗飛鳥死咗之外呢，其餘嘅動物呢都成功避過洪水而得以生存落去。劇情呢大致就係咁樣啦。呢套戲呢就有2個位好觸動到我嘅。第一個位呢就係飛鳥之死啊！一開始保護黑貓而被同類傷害到嘅折翼難飛嘅飛鳥呢，本來以為佢能夠好似其他同舟共濟嘅一眾主角一齊捱到洪水完結而得到 happy ending 啦，但導演就安排佢失去生命啊！又回想一下當下我哋嘅處境啦，有啲人為咗保護我哋免受其他人嘅欺凌而挺身而出，又有啲人為咗我哋無畏無懼咁樣講我哋想講嘅說話，最終佢哋都全部壯烈犧牲。睇到飛鳥之死，你又會唔會諗起為我哋作出犧牲嘅人呢？呢套戲第2個觸動到我嘅地方呢，就係狐猴嘅浮波救咗黑貓啊！戲中嘅狐猴呢，由頭到尾喺逃避洪水嘅每一個場口呢，佢都好固執、好堅持咁樣要帶埋佢心目中嘅一籃
寶貝走佬，而呢啲嘅寶貝呢，主要嚟講呢，只不過係一堆嘅金屬器皿嚟嘅啫。不過呢，當中呢，有件寶貝呢係比較特別嘅，亦都對劇情推進有關鍵嘅作用，就係一個用繩索包住會浮喺水嘅球狀物體啊。咁我稱之為浮波啦。喺戲嘅末段呢，黑貓就係靠扶住呢個浮波而幫助到佢浮喺茫茫嘅大海繼續生存落去嘅。我覺得呢，導演呢就係想借狐猴呢個角色去比喻一啲視錢財如命根嘅人。呢啲人呢就過分重視財富，導演呢就可能想話俾大家知，財富再多亦敵唔過人生可能會遇到一啲嘅災劫，而呢啲嘅災劫呢，可能係天災啦，可以係健康嘅問題等等啦。即係話，如果個天要攞你條命，你最終都係帶唔走呢啲財富嘅。咁人生當中有幾多財富先夠呢？戲中就話咗俾大家知噶啦，一個浮波就夠噶啦。而呢個浮波亦話俾觀眾知，財富真係唔使多，夠用就得噶啦。最後都講下呢套戲嘅畫工方面啦，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喺 Windows 3.1裏邊 set 256色或者係65536色去睇 16M 嘅圖呢？有嘅話你就會明白佢哋嘅畫風係點嘅一回事啦。未睇到戲又想知我講咩呢？大家可以揾翻佢 trailer 睇一睇，套戲入邊嘅森林或者係海洋背景呢，其實係畫得非常之真實嘅，但係畫動物呢，偏偏就用咗呢啲類似256色嘅效果去處理，出到嚟嘅效果呢係有啲特別啦，就冇話係好定唔好嘅。但係作為一個用過256色去行 Windows 3.1嘅人呢，就會覺得有啲似曾相識嘅感覺咯。總括嚟講，睇呢套戲呢，唔同人可以用唔同嘅層次、唔同嘅角度去欣賞同埋解讀呢套戲嘅。呢套戲嘅開端呢，就見到一間丟空咗嘅屋啦，入邊又見到一啲唔同嘅石像，貓貓狗狗嘅石像。有啲 YouTuber 咧就可以對呢啲嘅場景作出無限嘅解讀。當然啦，你亦都可以將呢啲場景咧就視作為普普通通嘅其中一個場景。其實咧冇人可以阻到你點樣去解釋同埋去欣賞呢套戲嘅。當你細着到某啲嘅場景，而呢啲場景咧又可以觸動你，令你回味無窮，甚至反思人生咧，呢啲咧就會係你獨有嘅觀後感啦。用咗100幾十蚊買飛入場，而你又睇得稱心滿意嘅話，仲可以帶走到一啲嘢，你已經贏噶啦。好啦，我嘅觀後感呢就嚟到呢度啦。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俾大家知，你哋睇完呢套戲又有啲乜嘢感受啊？多謝各位，下條片再見，拜拜。